我明白潮流興 3D， 只要係 3D， 戲飛都可以賣貴啲，大勢所趨，電影從來都係商品，要觀眾俾多50% 銀紙入場，冇計㗎。要觀眾好 Q 煩咁自己戴埋副眼鏡入場，都冇計㗎。大前提係套戲真係有真正而且震撼嘅 3D 效果咯。唔好當觀眾白痴，乜春動作片都 3D， 真正嘅立體電影要由動作設計同埋場面調度開始，已經加入立體元素，唔係淨係玩2-3層景深就叫 3D 咯。呢套雷神動作場面已經唔多夠，仲要全部唔係拉 wide shot 就係啲顏色嘢左射右射，慢鏡 check in and out， 特效鏡頭，立體視點乜都冇，最有 3D 效果係啲字幕，你話火唔火？就算唔計較俾多嗰25蚊嘅 3D 效果，淨係睇套戲嘅動作場面都好唔合格。睇開漫畫都知個雷神錘好屈機嘅，搏落去仲勁過白胡子嘅地震能力，下下地動山搖天崩地塌嗰隻，仲可以召喚旱天雷，勁過奈美之天氣棒。喂，睇我寫就梗係勁，入場睇就知完全冇料到。我唔覺得個錘點樣震撼，亂咁搏，亂咁揈，唔好話畫面，連音效都冇料到。打鐵都有聲啦，起碼你拆橋嗰幾下都加啲回音啦，唔該。其實打咗唔係好多場，一開頭嘅群抽算係最大龍鳳，但嗰班兵人好 Q 化學，一錘一劍，灰飛煙滅。咁冇對手，觀眾就投入唔到啦。難得有向 Monster Hunter 致敬，喂大佬啊，起碼都先劈條尾，話晒打緊添，可唔可以揾人爆下珠，遠射下玩多陣呢？仲無啦啦打出個電光毒龍鑽，仲要一嘢 KO。之後嗰場毀滅神基本上係小人國大冒險嗰隻，之後攞翻個錘又屈機。喂，而家美國已經好多龍捲風，你夾硬加埋呢幕，只會勾起美國佬嘅仇緒。其他動作場面基本上係粵語長片如來神掌 V 運運 V 運運嗰類，名副其實，雷聲大雨點少。其實荷里活有咁出色嘅特效同埋電腦技術，但睇佢出動作片都係到喉唔到肺，空有技術，佢白白浪費晒。美國佬真係需要真正嘅動作指導，唔係話我讚返自己人。有八爺做武指嘅 Matrix 同埋 Q 標係震撼好多嘅。算啦，唔睇動作睇造型，雷神套盔甲基本上係接近100% 忠於原著。所以冇辦法嘅情況下，都要保留嗰件攞個羅 Sir 嘅紅披肩。個錘都冇計，講明係神界嘢。如果佢 Iron Man 上身設計到好機械、好 cyber， 反而仲驚。但佢嗰幾個戰友可唔可以慳啲啊？大佬，一個維京人，一個冇波嘅神奇女俠，一個疑似日本武士，仲會有一個玩影分身。佢哋套衫啊好肯膠，我意思係塑膠過膠，仲迷起過日本嗰啲特攝片。算啦，造型都唔睇啦，睇劇情。套戲啊源自漫畫，大家都體會到唔會太複雜。喂，但都係唔係咁 straightforward 啊，一啲轉折驚喜位都冇。奸嘅一早知係奸，廢嘅做咗王嘅都係咁廢，被放逐嘅賊嘅都知會返歸啦。之後又有套哇爛到爆乜 Q 嘅神火之賊都扭一扭個奸角位啦，條感情線啊仲離譜，話晒係諸神下凡，仲係皇太子嗰隻輩份，
好似成世未見過女人咁。車佢一轉，上咗一堂世界之薯條 tutorial， 一齊煮咗個早餐。哇！咁就情定終身至死不渝，橫跨9界。明白晒，原來凱特嫁入皇家都可能就係咁簡單。如果你係抱住睇蜘蛛俠嘅期望去睇，你唔好睇啦，不如去睇倩女幽魂，so far都係揈來揈去。如果你係抱住睇 X-Men 嘅期望去睇，你又唔好睇啦，不如去睇關雲長，so far都係個個有異能。如果你係抱住睇 The Punisher 嘅期望去睇，咁就一定要入場啦。不過記住帶返塊鏡喎，睇完照下自己，感覺一流。學007話齋，打打殺殺都唔好預我，還說都係亂咁搏。睇雷神不如睇多次雷神對波。